唉，可憐嘅我，拜六朝仲要做牛馬，但係諗到靠自己雙手去做工，都好似冇咁弊啦。耶！之後喺個路上都好成啦，都冇咩好影，再加上之後又塞車又落水，所以我就學個揸車咯。實在阿媽都唔得，只可以行舊路去世界market。哦，哇啦！舊路嘅風景都幾超一下咁喎，感覺好似去咗又山又海嘅地方喎。呢句用華語就比較貼切啲。不知不覺就這樣走着走着就到啦。大佬響度諗要去客仔屋企安裝先啦，就去買嘢食啦。邊揸邊諗嘅同時，打閒咯，跟住就搵個地方買落啲食啦。之後買咗啲就唔影啦。當司機大佬問我呢樣嘢可以搬落去嘅時候，我突然間問㗎啦上身，乜嘢都冇咧。係時候我幫佢搬嘢啦。drama 一下先。第二，佢哋知道我喺度 drama 嘅，豬禮係，兩個大哥都幾好人嘅，又幫我落貨，又幫我拆貨。唉，我個 drama 真嘅都唔知佢做咩好啊而家。睇呢個機會，即刻就衝過去發快傳幫手，佢就幫手我推佢入去廚房，咁上下啦，冇咩機會 drama 咗啦，drama 時間真係長嘅啫，安裝我一下，陰功我。就知道我呢鋪真係冇人工加咯，靚豬豬啊！